主后2025年12月16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甲上帝物件藏转去。圣经咱做来听读《尼希米记》13章第1到14节。现代台语版圣经《尼希米记》第13章。迄日有人读摩西的律法书，互人民听。读到内面有安尼记载：阿文人甲摩押人永远袂用得加入上帝的会，因为因毋但无用食物甲水迎接以色列人，颠倒请别人去咒诅以色列人。毋过，咱的上帝互迄个咒诅变做祝福。因听到即段律法了后，就将以色列人甲遐有外族血统的人分开。这个代志以前，管理咱上帝圣殿府库的祭司以利亚实甲阿文人多比亚真有交情，就为着伊准备一间大经房。这间房间以前伫收藏素祭、乳香、圣殿的器具，以及照规定供给利未人献祀的。守卫的五穀、新酒、甲新油的1/10，以及牙悬献予上主、归予祭司的物。这个代志发生的时，我无伫耶路撒冷，因为巴比伦王阿达斯32年，我倒去王遐，过无偌久，我阁对王请假。我到耶路撒冷，才知以利亚实所做的歹代。伊为着多比亚伫上帝圣殿的埕准备一间房，我就真受气，将多比亚所有的家具拢ฮ็出去，搁命令人去洁净房间，然后将上帝圣殿的器具、素祭甲乳香搁搬入去。我嘛发现利未人应得的份额无互因，当一个利未人甲献司的煞着倒去家己的田园做事，我就责备遐个官长，甲因讲是安怎上帝的殿放互荒废，我就组织利未人，互因恢复职务。对安尼，犹太人民将五穀、新酒甲新油的1/10带入府库。我指派祭司示利米亚、经学教师撒督甲利未人比大雅管理府库，搁派马他尼的孙撒克的囝赫兰做助手。因拢真忠实，真热将物件分发互因的同事。我的上帝啊，求你纪念我所做这事，毋通撤销我为着上帝的殿，甲服侍伊所做的好事。甲上帝物件藏转去。有一位姊妹捌伫某一个基金会做会计，虽然工作稳定，先生却劝伊离职。究其原因，原来是该基金会常常办募款餐会，有真侪额外金流。一名员工因为职权关系，有时阵会挪用遐个钱。为着安尼，伊定定会买饮料招待同仁。致使同仁虽然看见问题，却也心照不宣。姊妹的先生知影了后，认为伊做会计，若妨追究责任必然，事态严重，就劝伊辞职。滥用权力、挪用公款，实在诚不应该。今仔日的经文其实也讲到类似的代志。经文一开始写到阿文人和摩押人恶待以色列的历史，蕴含的意义是外族的文化甲宗教习俗，互以色列人背离上主，导致国家灭亡。以色列人了解这段历史了后，决定和外族人划清界线。
伫无法度确保家己减袂受影响之下，甲界线画清楚，是因所会当想到上好诶方法。但是，就伫人民努力甲外族人隔离诶时，管理圣殿库房诶祭司伊亚瑟却做出截然无同诶恶劣行径。因为伊亚瑟和阿文人多比亚有私交，伊竟然滥用个人职权，甲原本存放圣殿各种器具和供物诶大房间清出来，互多比亚当作私人空间去用。到底是怎样诶人会滥权到即种地步，甚至甲个人私交看做比上帝圣物搁较重要呢？当尼米转去述职向皇帝报告，了后搁倒转来耶路撒冷诶时，伊安怎看即项代志呢？伊讲即件代志是歹代志，毋但受气，搁甲多比亚诶物件拢挾出去，也下令洁净整个房间，搁甲圣殿器具素质和香料拢搁放转去。尼米搁发现人民开台诉讼者官长互圣殿荒废等等诶问题，伊一处理好势了后，祈祷讲：我诶上帝啊，求你纪念我所做遮个事，毋通撤销我为着上帝殿甲服侍伊所做诶好事。公私分明，这是做人处事诶基本道理。总是现实诶社会，却常常看到有人滥权、甲公器私用，也是认为替民众服务、收红包是理所当然诶。其实，伫教会也侪少有即种诶情况，譬如讲，甲教会诶财物占做家己诶，无问过小会就甲福音车当作私人车，主办活动诶时为特定诶人士保留名额等等。但是安尼感觉有真侪人过去是忠心搁谦卑诶信徒，一旦担任要职，真有可能换一个位置，也换掉头壳，按小可所在开始滥权，却不知不觉，致使最后甲原本属于上帝诶物件、时间、金钱和信仰教导拢搬出去，或者为着权力和私欲，甲信仰原则迄点头壳后，互原本属于基督诶性命、圣神诶殿堆满私人欲望诶歹代志。上帝安怎看安尼诶代志呢？愿咱对今仔日诶经文得到启发，好好省察家己诶内心，甲原本归属上帝神圣诶空间清互清气，着甲属于上帝物件搬转去囥。默想，我是毋是捌滥用权力，也是私人诶关系，甲信仰原则迄点头壳后？我是毋是捌滥用权力，也是私人诶关系，甲信仰原则迄点头壳后？咱来祈祷，满有慈悲诶上帝，我常常犯罪，离开你诶圣道，甲原本属于你诶物件占做是我家己诶，也是气杀迄点伫一边，求你怜悯我，除去我诶罪。因此，我行伫你喜悦诶道路，奉主耶稣诶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使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